是那种很害羞的，就我也是。不会。你那时候躲窗避暑的时间，我看到你，你也是，哎，大哥，今日来非常肯定的，将来呢也给优秀的人才。按岁数按厉害的天分了，但是你要记得哦，小时了了，大为。大擂台，鬧熱用下來。做乜嘅啊？做乜嘅啊？你今天有沒有個打扮呢？今天我這個褲子看起來有點惡心。不會啊。不會啊。會嗎？你們會覺得惡心嗎？會啊。會嗎？還好啊，因為我腿還算蠻美的。對呀。这一句恶心，这一句恶心啊，这就恶心了。这一句就不太好来，而家喺安尼高壓淘汰賽清明禮拜。淘汰賽比賽規則：參賽者各創一首歌嘅分數88分以上走得過關，分數冇太多88分強勢淘汰。今日評審欣賞有一個小欣賞，齊這邊欣賞，總體欣賞，六個欣賞。比賽之前，先有請到葉家小先生來講規則。因為係第四擺嘅高壓淘汰賽，所以呢，大家要注意吼，基本上吼，嘅你嘅技巧大家未啲嘅啦。我你要講較公平啲去講，大家要注意，我千三立百講過，所以你要從過個下線，呼吸啦調本嘅好，你嘅共鳴位置要從好，從你平常同佢練習加強壯。吼，我哋做評審嘅對倆淘汰賽，我哋嘅標準是安分，就希望大家將自己的潛力全部發揮出來，可以將來的發展性也好，有發展性嘅希望以後有更好的表演，在這裡。這個舞台是屬於你們的，加油！好，按子 C， 好，有糖豆了哈。哎呀，希望大家都有很好的表現。好，有請 TV 王勝盤帶來王乃邊黃金。來看看。大家好，我係王勝盤，今日帶來嘅歌曲《王乃邊黃金》，希望我今日做的表現到自家也覺意，為欣賞也滿意。人生街路長，唔係嘅全紅標，從改天氣到變化，送出落水下浮橋，夫妻一場，只結好雙了，但願誰亦不幸福了，共同打比洋。直到後路同樣生命。夫妻一場，日結果鬆了，但願誰亦不幸福了，共同打比洋這條心，夢還沒改變。街路長，唔係嘅全安平，互相勉勵向前方，直到後路同樣生。
这家好龙娘上哎。谢谢。嘿，安子 C 啊，你好，罗大哥。啊，阿凡哥啊，你有那个冲过冲啊呢？哦，鬼神的好，鬼神的好浓啊！麦克风有麦克风天赋做安尼翕到安尼走到安尼安尼啊。哦，安尼走几年就唔爱。吼，迄那你关的啦，你底后嘅上火又蛮做啊。身体虚啊。嗡嗡啊，那都嗡嗡。哦，好啦，好，来谈一下公平啦哈，来。叶老师。了如果吼从家，你开始你就病踢到咧，那病踢到所以你到个副国家，你就冇法度过去落咧。夫妻一场，日渐过爽了，但愿世地不幸福了。实在讲，你冲国各方面都不错，有力啊、咬字啊都很好。嘿，哦，你弟吼？咩？係弟冇按改啦。哦，你弟冇按改，所以你冲家咩就得要乖乖去冲嘅人，係啊，冲家就冇得出啲嘛，哈。所以唔怕。他们再来尝试一下，来刚刚有挑战精神是很好的事情，来鼓励一下，好不好？对，係啊，咁講而學講到歌嘅，準備以後嗬，去編嗰個歌曲啊，好啊，好嘛？好，來看一下分數哦。翁生盤的分數。掂冇？有啦，88分以上就過關啦，按89啦，有啦。我跟我下一分，跟我做幾咯？冇客氣嘅喲。沒有，皮中較現代嘅咯。哦，可能我講係冇客氣嘅喲，不客氣咯。真係中較現代嘅。因為開料食材唔係捱嘅啦。係啦，咁唔可以托嘢。開了歌嘅以後糖啊，係啊，後糖是後糖。係啊，創業有米絲。其實講嗌做講裡面嗌做條條，就講吃啊嚟啦。好，漢子 C 啦，啊，漢子 C 多謝哈，好來回做休息哈。好了，撒下來。陳心怡帶來綠茶亭。對，等啦。今天帶來的是老車頭，是我非常喜歡的一首歌，希望大家為我加油哦。緊張哦，超緊張。
超紧张。唱完了没有比较好一点？这种女孩子哦，就是你一直看她那就，哎，不好意思，就是那种很害羞的，就我也是这样。我年轻的个性跟你好像哦。你哪会？你哪有？真的啦，你这样盯着我看，我也不会。你那时候参加火冲比赛的时间，我看到你，你也是，哎，刘大哥，你就说对嘛就好了，真。你说顶俺不会说谎话的。哎，牛哥。我看他，哎，刚刚看你对不对？在彩排的时候，他就手就这样，你看，就这样拿着。我们像一般歌者哈，就是要冲国外之前，一定麦克风就是前奏在走他的，然后要到唱的时候就忘记了，你就会忘了拿上来。都冲的时间，麦克风都要拿一人嘛。对，哎呀，他不是，跟从头到尾，然后开始5、4、3、2、1的。还是我们这里的氛围让你这么紧张吗？是对手上台都会比较紧张，还是你看到他会害怕？我刚刚没有在这里啊。哦，对啊，看到我会紧张啊。还是看到小强老师？哎呦！啊！所以他说以屯那的卢卡尼啊，还有他的同学朋友啊，去 KTV 冲狗哎，他都是不敢拿麦克风的那一个。看得出。但是他都会一直坐在角落跟着唱。对，没有拿麦克风他就唱很大声，拿麦克风他就是自动消音。就揪起来。对，就像刚刚那样。来打开你的心房。对呀，这个他其实声音是很好的，很漂亮的，很漂亮，就是不敢放而已。对，因为连人都那么漂亮。老师也有提过这个问题啊。对啊，这位老师，新宇，我觉得我好多想跟你说，但是我神鼓励你，嘿，其实我一定要神方看到你以后一定会是一个很好的表演者，因为看你眼神。看讲发出超，我先讲来比赛，你一定要输高 Q， 犯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忘词，对不对？对，他忘了，他前面第 A1 的时候，他两段他唱到 B 去了，但我觉得等后啦，你可以反应得很好，某一下就紧张，不过弹得出来，你开始就抢拍了，你也慌了，你就慌了。然后你唱歌有一种动态问题，就是你发音的位置，我觉得你还不懂怎么唱歌。我知道，然后你要看我啊，你要看我，你还是会训练的，你知吗？因为啊，我以前都很强，我没懂，我很害怕跟人家面对面。可是你要自己先走起，你要自己看见对方，那个是培养自信的一种风范。譬如说我们唱歌的时间啊，就看不到人家痴心，就像罗大哥讲，唱歌笑啊。你看你笑起来多好，还有你讲发的方式，张很发散的 V 耶，你知吗？那我觉得扣掉紧张，我其实是很喜欢你的音色。我知道你的低价舞台有动态发展性，不过你今天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忘词。那我觉得我不知道老师会怎么给，但是我今天还是希望可以给你一点点小小的警惕。唱歌的部分我希望会有老师的教你哈，用蛮唱歌的，好不好？因为你的共鸣腔比较后面，所以而且你都准备好以后开始紧张。其实我特别拿了耳机听你说话，你说话的声音是很甜美的，所以那个才是你在唱流行歌该用的声音。你现在一开始就有行来路，就这样。如果把它放在前面，有行来路就不一样了。所以你要用讲话的声音去练习，去发看，把自己的声音用意念让自己发在这个地方，不要再发在头腔。好，你到高音的时候，还可以，因为高音现在很多人转假音是很 OK， 是走对的。但是你平常在唱短音跟时节，你要不用看前面一点点，那你弹起来就比较好听，不会觉得都在那个。那而且因为当你用共鸣的时候，你的音准就会不好。
因为你不敢用力，你的肚子没有用力，是松松的，音准就会觉得一直走音。对，加油哦！你的音色是很棒的。对，吴老师，你在舞台中，我朋友的感觉还非常赏心悦目的。那唱歌的部分，其实今天如果说你暂时被淘汰的话，那就是给你一个警惕，我们还不希望你那么早离开。好，那我提醒你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去想一下，你平常在那种是中国庆楼堂谁神啊？还有你自己一个人在房间唱的时候，你去想。哪个时段的你唱歌是最放松的？那个声音就是你真正发声的正确的声音，然后你就去多。当然，现在你因为舞台经验没人拉，你上台还是很紧张嘛。你的实力是被紧张包住的。好，把紧张这一层打开来，让你真正的声音慢慢的出来，好不好？加油！谢谢。好，谢谢。实力被紧张包住了，哇！那这打开应该就不得了了。这老师讲的要跟紧张和平共处啊！好，来看一下分数。陈欣怡的分数。我们节目是公平公正的，对不对？因为你刚刚落词了，对，落词，但没关系。我看老师这个，因为我们是在淘汰赛，但是淘汰赛也可能会暂时淘汰，暂时淘汰，那到最后老师搞不好会开会，认为这个有潜力，会把你找回来，对，好不好？那你要好好加油，好好练习，加油啊，加油哈！安子姐下来回做消息哈。好嘞，下来。好，谢妹带来情歌纯欣赏。好嘞，唱歌啦。品城线上上班有人来讲，很爱用传统的客家流行歌老和尚音比，今天我带来两条情歌纯欣赏，希望有好的表现，加油！嗨，你好麦哈，基，你好。嘿嘿嘿，先要跳国文演员，嘿嘛干喏，这么会先压缩？因为我喜欢抒情歌曲。抒情歌曲懂多啊，比较有感情呐，很多也很有感情。抒发心情。你的心情最近都不好吗？很好，不，我就是喜欢抒情歌曲。哦，我唐一公有故事这样。他喜欢说故事啦。就是好像唱起来有故事在里面。哦，一条歌对你来讲也意义深大，就错的嘛。也不是嘛，我就喜欢抒情歌曲啊，这样。我没有任何理由，我就是喜欢就对。对，我就喜欢抒情，我比较喜欢唱。我知道你喜欢抒情歌曲。没有，开玩笑了。那为什么会偏偏要选这首歌？对，我就喜欢抒情歌曲。我差不多30年前呐，好像在那个桃园那个被逼出来了吧？
那个课文馆看到永远唱。哦，哎，我就觉得这首歌很好听呐，然后就这样开始从电脑上学起来的这样子。哦，就是这样子。这首要就这样子，你满意了吧？哦 OK， 了解。那一条歌也算比较传统，传统式的客家歌啦。创作样板，唐下欣赏的公平。嗨，总飞欣赏。雪梅姐啊，嘿，你的嗓音一好听哦，谢谢。给音准妹唱的也不错，音准还不错。那节奏呢，偶尔有一些节奏就是没有很稳定。但是我有想要给你一个建议，就是你唱歌呢，跟前面那一位又不太一样，因为你的声音又太前面了，所以你整个唱起来。不你他会一直听到你有一个扁扁的声音，然后满山也是这样。路上了两条满山。怎么样可以让你不要一直这样？就是你反而要把共鸣稍微不用后背一些嘞。放后面一点点，在上面一点点，不要整个都放在前面。再一个，它所有的因为两首歌哦，每一个字都押韵，都押上堂上，所以你的嘴型要昂，不是有没有？心上不是心上，因为你的嘴又扁，然后你的共鸣位置又很前面，所以每一个尾音就让我们听到扁扁的声音。我觉得这个你可以把尾音在唱歌到尾音的时候上下。生肖属鸭子的。哦，你的嘴型可以上下开，不要只有左右，上下啊，上是昂不是所以是昂不是好，然后满山有收尾音，山才会收，所以你不能神。这样子就是你每一个尾音弹起来就扁扁的，你说母后弹嘞，很可惜。但是你的整体的声音其实是前面那个从抒情，我觉得很好听。你一开口我就觉得不错，所以加油哦！你一定会在记得尾音的时候，嘴巴要再开一些些。谢谢。真正写念歌词啊，我们叶嘉修老师常常讲的，就要多念歌词，念，你就滴讲哦，用的。阿干最白胎啊，你。哎呀，来看一下本书，来。好，下面这本书。比个东啊西啊，比个天梯。我那天还有这个电视转，看到你，蛮好玩的旅游节目。你不要进来客台啊。你真的不要进来客台哦！你这样子会断了一个人的人生规划，你知道吗？老师，你上礼拜有唱跑啊？哦，上次有啊。这次就 T-Pad 线人家探国歌，他说节奏比较强。因为太多探国歌，不知道唱什么。来看一下分数，来。好，下面给分数。过关。恭喜哈！谢谢。好，就这样子，来回做下去哈。好，来杀下来。哈力面帶來行歌。好，嚟彈啦。第一日天一拜嚟參加腦嘅大擂台，所以心情呢冇按緊張。不過禮拜先嘅歌曲呢高音很難，所以希望做啲挑戰成功。行過河吧，聲音的安多沙，行過樹下，錯了嘅錄音架，寒色的倆高松高下，唔知過嚟有幾多年，行過細路。
变得爱认出，韩国天丘，亲像无人照顾，寒色的了到也到处，几多春夏秋冬。比过冬啊是啊，比过天气，比的安求多了，比的爱眼底。不管行北行南，行到哪里去，含下落雨下最相爱转去。比过冬啊是啊，都是假假咪。暗烟多了咪的爱眼底，不管行啊行到哪里，无下永远的心肚里。不管行啊行到哪里，无下永远的心肚里。谢谢怎么太高？哎呦 ，Hello， 哎，你好，哎呀，又见面了哈，对呀，很紧张，又紧张什么了？就穿来父爱哟，哎呦，这么红起来哈，像罗拉的裤子一样，很紧张。我那天还有这个电视转，哎，看到你，哦，真的对啊，刚哦，好转到跟民视的一个节目，哎，还看到你，蛮好玩的旅游节目，行脚节目跟一个女生嘛，嘿，跟一个美女潘映竹。我忘了跟那一集还听那一搭，就我们都坐捷运，到处吃吃喝喝这样。哦，那很好哎，就每天都旅游的感觉，对啊，可以。然后播出来，让带着观众哦一起到那个地方去。我们也是希望说当一个指南，带大家出去玩。导游，对呀。对，你不要进来客台哦。为什么？你真的不要进来客台哦，你这样子会断了一个人的人生规划，你知道吗？他家的饭碗都是他捧起来的，你这样子进来的话，他真的会，对不对？是他好不容易最近才刚又接到一个新教练。对，那你一进来的话，我想说他肯定完蛋了。老师，有人上，老师某一堂啊，糖豆某一堂啊。哦，你已经练到这种境界了，怎么样？人家在讲你，根本就不需要听。你也知道，有很多事都放在心里就好了，不好说。我刚刚说我什么？老师新的行脚节目，对，什么？没了，我跟他讲说，你最近刚接了一个行脚节目，我就说你在那边就好好待着就好，你不要想要进来客家电视台。我们现在在阻止他不要来，对，没关系。其实不会啦，因为他以前也是做客，很早期大学生系，他有主持过。哦，真的，以前主持过。哦，那你不要再回来。对。没啦，开玩笑啦。他甲恐吓了发扬安尼客家文化啦。讲真，照他讲，其伫民视做到好，哎，他为什么还要来参加这个歌唱比赛？当然，一定可能，哎，希望给阿婆哈，把阿婆看到，哎，伫电视当中唱歌啦。哎，你用威迪呢？奶奶会调查啊！哎，身为那个主持人，对不对？每一样功课都要做好啊。没错。他每天都埋伏去你那个苗栗阿婆家那边去。然后为了要调查你，然后最近又练了通灵这个方面，对，就是真的是希望阿婆看到，然后而且练的歌，因为这首歌像我今天选这首歌，也是在讲那种乡下的场景。不过大家看到像苗栗啊，那边就会盖很多楼房，看很多田啊，看很多像安逸条板有西路的都在去行的。对。哦，条板也可以去到。哦，全部建筑，有买唔起安用，哎，对，客气。标掉诶，嘿，标掉诶，哦，好，来今日创作样板呢。谈公平了，罗国立老师。里面哈，你看其实你在动态嘅，即講談唔得講法嘅時節，嗰種流暢哈，嗰種流量，嗰種詩意，嗰種詩心，本人感覺當舒服啊，不愧係主持人哈。但是做乜嘅？你想過嘅問題嘛？做乜嘅？你唱歌嘅緊張，喺人哋比賽，也係講其他原因，你先回答我一個問題。唱歌，你都要唱歌會緊張，喺人哋乜嘅？
就是因为来比赛，新关注比赛就安尼吼，所以呢，系嘛，基本上人家上映迄档现在当流行嘅冇问题。我相信你从一个中文歌曲一定当好听，一定当有光人的风格里头哈。那你今天中国有一点点小缺点啊，不过建议说，第一个，在这种伴奏很简单的乐器伴奏之下呢，歌者本身的声音会很清楚的被听见，对不对哈？那你要注意一些，避免一些小细节。你有个习惯就是说你在乐句中间你会吞口水。然后你吞口水，在张嘴要唱的时候，那个嘴唇闭合的声音很清楚，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的，那个会打断听你唱歌的那种情绪。当我沉浸在你的歌声当中的时候，可是等一下又来了，然后唱个2句又来，这样子，它就会是一个缺点。好，那如果今天是还好，这部分我没有扣你的分数，但是呢，因为也还是在初赛阶段嘛，将来这个要在 K 掉，你一听到轻量一片免态。万一你赌到一个同分秋色的对手的时候，可能你会因为这个小失误而败下来。以上的建议，加油！谢谢。好，谢谢。好来，你要看一下分数哈。面对现实来的。可以，哈利米的分数。24分了，好棒哦！谢谢，感谢。你看哲伟老师多大气啊，他都不怕你来客台。不会啦，就说他不会了。老师是我偶像，真的啊。对。哎呀，分数。唔怕，我其實我是希望他，我係希望特別看到大衛潛水就可以比上一擺還要好，我就看到佢比上擺還要好，我就本來分數加油。好，謝謝，要鼓勵你，好，謝謝，哎呀，我會加油，下次再繼續加油。好，謝謝，下次加油，謝謝你。好來，接下來，眾上歡迎吳秀純帶來春。我今日帶來一首歌曲呢，係春，送俾啲觀眾朋友啊。一首歌曲嘅意思當好啊，希望大家珍惜啲嘅人生。也希望我今日會過關咯。點點送走寒冬。好，海君姐好，阿春哥，今天有大班都按谁来？因为亚述歌曲嘿，
陈松勇先生的作词作曲，用西拉的方式来呈现表达嘿。哦，用讲西来欣赏这套。系啊系啊系啊。哦，哎呀，干嘛个意思？就鼓励安尼后生人啊，去珍惜嘅好嘅春光，时光要出啦。哇，呀，歌词很有呀，意境歌词写得挺有意思啦哦，啊，又按拄好呢，名嘅地方又一只诗。系啊，我送拜我唱春茶，你话唱春。制作人咪讲，他们冇唱嘅。有春花嘅冇啊，春树嘅冇啊。他们唱哈田啊。唱。哎呀，很用心啊。因为献歌诶，真的。因为献啊，因为打扮。因为打扮，我比人哋节目配合安尼节目啦。呀，是歌曲安尼节目当时有听到。我想安好嘅歌曲爱唱俾观众朋友听。哦，有唱到叶家修老师。来讲下嚟。其实讲你首歌你唱起来轻柔咪多，就是老配人就个唱甲无腔中，因为你晓得用办去表现去讲个故事，你条件咩就解这个地步就那封东西嘛吼，唔会拄到手啊。唔过有一点，我感觉讲，你唱歌技术各方面都很好，唔过来是匆匆，我条件讲嘅鼻音嘅准，你冇做到。不过，我觉得你那晓得汉白唱歌噶哈，你变得有鼻音，你让它转上去的时候，就咬字，比如说“从”是 z u o， 你要想这样子做法，就是把它分开来，一个音你就给唱，然后切分过来，做每个动作要很清楚的分开来，好不好？我觉得如果扣掉这些的话，你应该会有很棒的表现。我觉得再这样的话，有可能就给你满分嘛。但是不好坐云霄飞车，那就要稍微给你一下警告，这样好不好？应该的，加油！好，按紫色，好，稍微有个警告，要不然给满分，那应该24分哦。说不定20分哦。好，来看一下分数，来。小纯嘅分数。真的，唱歌挺有企图心。真的，哎呀，对，人就是要这样子。你看这个传统组合也表现都很好，而家嚟到流行歌曲组也表现很好哇。哎呀，好，加油，加油哈！按这些，好来，回做休息啊。我来杀下来。由秋香带来失恋感人的。来，等我啦。今日第一摆来到闹热大擂台，上摆老师讲的抢拍，一摆先的歌的节奏感较强，希望能克服。大家人加油！也可以面露面前。
两位主持人，邱香姐你好。又抢拍，哈，又抢拍了。你又抢拍啦？无讲慢人滴。哎呀，讲哎吼，无人想都会滴啦。这个咁滴，滴啦。无糖豆。有冇貼糖呢？哦，有糖豆啊？冇。哎呀，那有糖，咁冇現在咩冇糖豆？冇糖豆，冇糖豆，有糖豆冇？冇糖豆。你上禮拜有搶拍啊？哦，上次有啊。搶拍啊！有搶拍啊！係啊，糖冇啊！哦，上次分數有高嘛？像唔像蘑菇？哦，有了有高，低空飛過啦，低空飛過。入來呀，對，安尼淘汰賽嘛。啊，所以啊，上次搶拍，這次又搶拍啊！用得個誰樣好嘞？這次就貼片線要探國的歌曲。哦，這更不好抓。沒有，他說節奏比較強。哦。比較以為說這樣子會比較噔。因為太多探戈歌，我不知道唱什麼。唐公平。哦，唐公平。這位老師。秋香姐姐，我攏講，你這農大son啊，一看其實我從踢機的時間啊，就想有了，我們客家的柯以敏來了。柯以敏真的沒，我講沒身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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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給他 power。哦，就是所以講佢衝出來，你看他其實很有自信，你衝出來給他上當盤，他聲音是夠厚的，因為大部分的聲音衝高的聲音都比較薄一點，比較輕一點。唔講當是有糖豆按的很厚實的聲音，而且是很扎實的。所以我記得唱歌的時間，你當初有教唔講轉去彈音樂也好，彈老師的音樂也好，你要聽那個鼓，你要聽那個鼓的重點在哪裡？可能知道你搞錯我們的方向了。其實Tango也沒有那麼好抓，你在啊的那個部分哦，你搞出強到哎。變心用為安容易，愛情感係夠神奇。Hellboy 鬼攤全部亂，但是你很強哦 ，Hellboy 已經要轉來哦。就我只有懂大宋啊，不然以你的 KOH 冲亮出国客的 KOH 啊吼，不然头前说，这一次好像有蠻長足的進步哦。唔過 Hellboy 呢真懂大宋，不過有留下來冇，記得長長的練習，知道會給你有很長足的進步。希望不管用版型，希望這個練下多高位。一定要轉來，好冇？加油！好，謝謝老師，謝謝老師。好，還是要看一下分數啦，哈。老師講我不能轉來，唔有辦法冇來。轉來，邱秋香嘅分數。沒關係啊，因為專業不掉很本專業啊，沒轉來。沒啊，欣賞是醫師講哦，裡面安尼淘汰賽是可能簽字淘汰嘛，沒有可能都是可以本轉來。沒關係，沒關係，好。台車哈，是你啊，好嘞，回做休息哈，好嘞，殺來。潘以涵帶來轉到希旁下。好，來彈下啦哈。一條多空出一部分，快點人來人往，帶風來喊。我現在是專程來秀英你的哦，你去參加桃園客家音樂節超雷組的比賽。哇，怎麼了？你特別秀英，我說了什麼嗎？今日係非常肯定嘅，也係將來呢也個優秀嘅人才。按細數按厲害，有天分了，也有辦法送到人家嘅客家劇團去嘛。會啊，冇問題。但是你要記得哦，小時了了，大為大。大家好，我是潘以涵，今天要帶來第一首我學會的客家歌曲《轉到戲棚下》，希望可以順利晉級，加油！
该面该一条吧，该抓一旁哈，日串串风风该现着，大伴奏起，锣鼓轻铃响亮，心跳正出发，声音打电起楼，钟声已雷发。 做伴凉伞，转头跳白一旁哈，爱你爱穷一来，让你改心也罢，一条狗冲出一步伐，发的人来人往，发的来哈，很多改故事，慢慢才心田方啊，回忆留下做伴凉伞。 转头跳白一旁哈，爱你爱就你来，让你改心也罢。一条狗冲出一步伐，发的人来人往，把风来哈，很多改故事，慢慢才心田方啊。条分该讲讲该了，请你来做一你哈。 幸福改故事，慢慢才心田方啊！哇，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哇，好棒哦！有看到啊，一个节目当中，有看到一个很清新脱俗的一个表演。对对，从国外回来的。没有，不是，不然你那么深邃。我是那个阿美族。对，他从山上下来的。哦，你从山上下来的啊？哦，我了解了啦。你在头份读书嘛？对，我在头份念过2年书。2年书，那你是哪里人？花莲，花莲瑞穗。哦，瑞穗，秀姑兰溪给。对对对对对。啊，我看错了啦，瑞穗啦，我看瑞士那边呐。瑞士。差一个字差很多的。瑞穗，你看成瑞士。瑞穗啊，瑞穗来的，没瑞士哦哈。对对。会脸红啊。他搞不好以后会嫁到士林去啊。哦。对啊，所以瑞士联姻呢，哎。尽量不要。尽量不要。不喜欢是不是？我喜欢直接嫁到瑞士桃园地区啦。哎，不是很难讲的，士林那边很多那个这个很有钱的人，对不对？哦，很多大地主。我喜欢有才华的。有才华啊，有啊，士林那边有很多卖东西的，卖得很有才华。可以可以。他重爱情不重面包。对，我重面包。年轻呐，年轻的。哎，为什么这个原住民朋友真的就是这个唱歌就是与生俱来的那种细胞哦？你是怎么接触到客家歌的？因为我很多客家的朋友，对，因为我住桃园，桃园，对对对，所以其实我就会听到很多客家歌曲。哦，对，弹久的就晓得的啦。弹久，啊，真有没有想过真的要来安尼比赛啊？就试看看，试看哪里？对，我想要听老师对我的讲评，因为我其实很少比赛的。没有，某期都不会参加过啊，没有。这1、2年比较有。比较有。对，累积一下舞台经验。对对，也很好啊哈。好，想听讲评对不对？对。好，马上就来给你讲评，分享总费欣赏。好嘞。是一涵，我觉得你的声音真是。很特别，很特别，我才听到1、2句，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声音太漂亮了，你知道吗？你拥有很厚实、干净、稳定的低音，但是你高音的时候又可以甜美、有厚度，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一个很独特的音色。对，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个宝藏。对，然后你的音准跟你的整个歌曲的那个表现，我觉得都，我自己觉得你是表现得非常的棒的。今天我比较有一个建议是，你的肢体可以再放松一点，
可能因为你紧张，所以你这只手拿麦克风，然后你这个手指感在这里，你是紧张的。对，当你在那个副歌起来的时候，你让自己的手再伸展出去，会更漂亮。而且你的整个脸部表情，因为随着你的肢体，因为肢体可以带动。你看我这样的时候，脸我绝对不会这样，我一定会，我就很自然，那个表情就会这样。对，那所以说，当你在唱的时候，你的手愿意去动起来的时候，你的整个身体就会动。当身体动的时候，带动你整个身体的律动，你的声线就会更柔软、更松、更好听。那我觉得你的低音太棒了，我觉得你的低音太棒了，加油！哇，重复3次，对，真的很棒，棒，这就是你的优势。是。再来看一下分数咯。好，来看一下，来。潘奕涵的分数。93分算懂过分，但是还是有一位先生本医生一分点点哈。郭李老师，故意的哈，我现在是专程来修理你的哈。你去参加桃园客家音乐节超雷组的比赛哦，好对。那你在那一场的表现，你唱的那首歌让我非常的惊艳，因为我在想，这个女生要先帮我弹给唱过国，但是那句唔记得了，对其印象冇乜个。就提供有一张人唱过，但是唔滴，哇，怎么了？你特别修理了。我说了什么吗？他比较脆弱一点嘛。怎么？啊？我说到你的什么伤心事吗？有讲到你心坎里去。那个原因为什么听老师这样子讲？对，可以说一下。因为我上次比赛其实对我挫折蛮大的。哦，因为没有拿到好的成绩，是不是？也不是说好的成绩，就是对我自己表现的不是很满意。可是你知道吗？当今天在见到摄影棚，我看到你的时候，我说啊，想起来了，你是上个礼拜让我很惊艳的一个女生，你的声音让我哦，原来是对，第一次听到你唱歌是在闹热。好 ，OK， 那中马我要讲一件事情。居然因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桃园客家音乐节唱的比今天唱的好？你今天音准有些飘，那当然你的声音的甜美厚实那些老师都提过了，我就不再讲了。好，你的声音真的是很棒，可是你今天音准都一直在飘就是我们很期待在闹热这个节目里面，你的声音越来的稳定。你现在还没有很稳定，如果你的声音进入稳定的状态的话，哇！我们也很看好你，对，好，那就是把那个稳定拿出来，音准啊，好，还有咬字各方面，像你今天的咬字，好，今天落了2个字哈，云挖定云了云王八方了哈，八方2个字，那一句歌词有调了，对不对？一条狗冲出一股发，发的人来人往，发的来哈。要注意这个小细节啊哈，要注意这个小细节。那继续稳稳的走下去就好了，好不好？加油加油！好，安子生啊，有鼓励啦，没关系啦，好不加油好？因为小时候啊，我歌唱比赛的时候，也是常常被叶家修老师骂到哭的。对，骂久了就好了，不要去太在意。对，骂久了我们就成长了，对，嘿。好，变大的时候换我们骂他哈。好了，开玩笑。好，恭喜你啊！继续加油，好好加油。好，跟着休息。哇呀，礼拜黑啊，那个传统组的清明礼拜哈。天蝎礼拜最迷的礼拜了。淘汰赛了哦，大家好好加油哦。係啊，反正淘汰已經淘汰，冇淘汰就留下來哈。比賽。好啦，今日這樣咁嘅比賽之前先介紹你評審先生。畢秋夏先生、張永明先生、羅一鳴先生、賴明珍先生。先生介紹聽咧哈，安那就係。介紹未成年的。未成年了啊，對呀。小朋友就是我們有這個鬧熱小園地哈。哦。哎呀，我哋本期啊都有展現的機會。還如果表現得好的話，還可以拿獎金。對，這個小孩子看起來有點像對岸來的小朋友。啊？從哪裡看得出來？好像是，我覺得這看起來有點，是頭髮剪了，有點像那邊的小孩子。哦，那待會就來聽聽看他會不會捲舌啊？是啊，好，我們歡迎這一位啊，龔宗義帶來順福歌。來彈完了。
心中啊，土山河河，咱的乡村啊，天来河河，咱的乡村啊，天哟。长大的人因那都长有钱咯，伊那只呀爽，伊那只呀梦情龙梦，伊梦爱咱的唔打拉钱咯。人啊，哪来好好，咱的帮手啊，就来好好，咱的帮手啊，就哦。泥头暗红什么人儿，呀呀流般的考生啊，钱咯。俺是这什么大家？哇，不知你呢？你好，你好，你好，阿弟姑好，嘿，阿弟姑啊，这么阿弟的阿弟姑姑哈？啊，绰号，绰绰号号，啊喊声你就喊阿弟姑安尼哦，啦阿弟啦，当到声音讲啊出来时间有嘛？阿爸阿妹说阿弟姑，阿弟姑，阿弟姑，嘿，谁就开来的？始。谁来阿弟姑？啊，吼就像啊亲他的声音，嘿安姑安姑安姑，太太就是很给安姑啊，啊，你这阿弟姑阿弟姑阿弟姑，阿弟姑阿弟姑妈妈啊，妈妈你看，排排队是你，没，也空有懂我念了，哎，小康老师，你要不要念一下？因为欺负人，对不对？啊，不要，嗯哎，不是啊，他真的，你玩安强，真的啦，厉害呢，有板有眼啊，大将之后。那那当蛮疯的呢哦，。真的，那另外一篇。你玩安强，他好可爱哦，哎，你很有喜感呢。有吗？对啊，喜感的意思你懂吗？嗯，喜感就是看起来很好笑。个烦，你多岁啊？9岁。哎呦，9岁。 9歲也小學多年。 4年。 4年生。哎。哦，安尼冇一個呢。他真的很可愛，他没有生氣耶，他可愛啊。你排班的時間排到哪大？你有沒有坐前面呢呀？排前前面對嘛？哎，沒關他口係。味只題咧，係咪？嗯。沒。短小精幹對嘛？衝過面衝下厲害，對啊。啊。今天你媽媽有來哈？媽媽。哦，媽媽係斷頭南無的啦。哎，對，主持人好。哎，啊，旁邊的係是阿叔婆。哦，阿叔婆。阿叔婆哦。哦，阿叔婆一片來咗出嚟係啊，一係阿叔婆教嘅，唔係。啊，老師教的，阿叔婆也有教。阿叔婆也有教哦。哇，阿叔婆本身也是音樂老師嗎？啊，阿叔婆很會唱歌哦。唱客家歌嗎？客家歌。哦，流行歌都會。那會來報名嗎？啊，他有正在考慮。哦，真的哦，安尼很期唱一兩句。來現場就海選。唱，哎呀，如果可以的話，馬上就下一個禮拜。對。先不要來哈，下一季再。我們已經淘汰賽，下個禮拜已經又。來唔出嚟。係啦。係幾樣來？好，係幾啦哈，係幾在度報名啊咧。一生嘢係從細都發覺幾萬嘅天分，也係送去本身上教嘅以後，這樣提供，很厲害。他從小他就對音樂很喜歡，他最喜歡看，因為我們住在苗栗嘛，他最喜歡看第8台的，還有83台的。那些是什麼？那都是第8台那個龍家豪的，之前我們苗栗的。龍家豪，龍家豪。你媽個狗什麼龍家豪？你沒有學過？沒有啊，這什麼歌？我們小學音樂課本啊。真的嗎？啊，我們差那麼久。我是捉泥鳅。安雅的音樂課本學什麼？我是捉泥鳅啊！啊，我小。池塘的水滿了音樂哦，你們音樂課是教那個？對，什麼龍家豪？我們是教那個，對啊，農家好啊，對啊，還有個乜嘅
万里长城万里长。哦，我跟你讲，那个郑老师的可能又不知道教到什么。郑老师，你的音乐课请教一下，你们小时候的音乐课会搞吗？该搞？差唔多。差不多吗？我都差唔多。你音樂嘅教材冇乜要改啦。哦，唔會唱嘢嘛，一講多本嘛，嘅語文冇冇乜要改。哦，所以按算空眼胎啊。好了，那你們小學課本是教什麼？音樂課教什麼？要搞嘛？該搞誒。小小世界真美妙。你看就不一樣了呀，怎麼唱？怎麼唱？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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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你們音樂課都是在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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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音樂課都叫噔噔噔噔噔這樣啊？那我背後。哦，哇，媽媽真的好厲害哦！這個小孩子真的慢慢培養，以後不得了，很棒哦，不得了。真的。好，來，看公平啦，好，公平。係要唱到鄭校長。江中義小朋友唱得非常好啦，哈。佢唱得好嘅條件就講，佢本來4年嘅哈，4年嘅有4年嘅上。一般講4年上童音啦，哈。啊，但是佢唱嘅東西嘅時間哈，不論伴療啦，哈，也係強音哈，佢包括也學翻咬詩吼。佢就咬嚟清章，今日我非常肯定佢，也係將來呢也個優秀嘅人才，加油！也有辦法送到人嘅客家劇團去嘛？會啊，冇問題，除非網絡呀，做嘅，係咪？啊，按細就按厲害，有天分了，真的。唔輸你哦。哦，哎呦，唔輸你哦。我細細那有按強，冇，很細細還啲農家好。但是你要記得哦，小時了了，大未。大一定成器，好不好啊？加油哦。我哋看分數咯。好，看有獎金冇啊？好，啊，第九公眾義嘅分數。大將之風。有過關嗎？有。好啦，恭喜你得到3000元嘅獎學金。來嘍，3000元。獎金快比你高了哈。你要多喝牛奶，多運動。多運動哈，以後才會長得跟大樹一樣，好嘛？好啦，恭喜你啊！啊，以後喊再來哈。好，加油加油！去做休息哈，幫你養了。可以嗎？我幫你養。畢業的哈。好嘞。比賽了哦。比賽。好，比賽之前先有請到李秋霞先生來講一下規則。好嘞。今日哈非常嘅緊張嘅高壓淘汰賽。今日要買高關嘅，喊你控咯，控到這個實力啦哈。就記得唔記得嘅歌詞啊。冇跌破啊，嘅表情啊，嘅運氣要注意，今日我看今日大家服裝要非常要注重，大家希望大家能夠順利過關，拿到好成績，加油！好，冇問題。有請第一位參賽朋友。王世文帶來3個字。唐哥啦。我今日要唱嘅3個字，我當然都有練，希望今日唱嘅能得過關。希望朋友大家能係加油加油加油！才是了。
哎，你好哈。两位主持人哈。哎，各位朋友大家好。哎呦，懂有礼貌呢。哎呀哎呀，哦，唔单止有礼貌，还非常的有毅力啊。毅力。哎呀，当日上山啊。啊，你当你上山哦。上山去练肺活量，嘿。用嚟練哦。冇啦，走船頭都不下啦。哦，對不下，唔要上山去練啊。乜嘅山冇啦。唔要走到山當去練練肺活量，用平常時用練肺活量啊。差不多要上班之前都不下躺啊。用嚟練，講下對吧？係啊。伴唱帶按練啊。好，練過啊，你練。伴唱帶我練。練肺活量。哦。係識講啦。是拿點伴唱帶講，我練肺活量，我練肺活量。係嘛？係咩啊？咩啊？建倉啊，建練啊。你係咩行特文建莊啊？都是。衝起嚟咁建莊。小可建莊。妹嘛。誒，湯姆，因為家佢感覺佢小可嘅。唔啲啊，係啊，係啊，小可。因為我後兩個多少有談。有談。咁魔嚟人多。冇俾人搏人，我俾講嘅。對。啊，譚公平。好，余唱到邱夏先生。後來安尼咧，那個校運吼，講嘅有人會緊張，唱歌平常心嘛，平常心，我相信真能夠表現得好吼，所以人家面向嘅表情係緊張嘅，在緊張咧就會影響到你嘅心情，唱歌嘅心情一緊張咧，後面就會卡，會硬。哦，人生沒有猜時間，你的輸贏嘅時間上就立體咧，好，人家注意聽哈。還有總好運氣，總好良事，有運氣。最危險，莫最危險。你從那最是咪的音，哦吼，你這表現咩？最危險啦，莫從那咪的音，最危險不是從那最，你的是咬死就唔爭，咬死唔爭，你為了做了人，結果你是包人嚟啦。還有眼神嘅時，你撲嘅時多少睇到慢一點點嘅，我哋就要注意啦嚇。歸屬嚟講，係平穩就是大家講嘅幾隻素材，年年嘅過節，後邊會更加好嘅成績啦，好，加油啊！好，謝謝。你唐一龍嘅題目哦。唔知咧，我看唔知哦，哦，你看一下嚇。王世文呢本書。味道咧，你節目比賽啊，係做一百講拜拜呢。用嚟跟馬祖用嚟講，用嚟 Q 啊。唱歌幫我順順利就好。最後一貫歌啊。一貫歌。拜託，請馬祖婆來保佑我哈，做得到冠軍，得到第一名啊。唔講咁多啦。按日去盡係唔講咁多啊，你們冇猜差錢。哦，你看一下嚇。王世文呢本書。自家的學自家。等待。你基本嘅個穩定度有啦，即小歌嘅嚇，佢先生我本同歌，係啊。哦，要踢界啦。壓力唔問題，嗬，壓力唔問題。好，恭喜啊！謝謝。好，嚟為做休息嚇。好，接下來齊錫琴帶來平淡。彈講啦。今日天帶來參加了農業大擂台節目，今日唱嘅歌係平淡，希望關關難過關關過，本來多多加油加油加油！
嘿，你好，你好，我味道了，那节目比赛啊，还只有100讲拜拜呢。啊，拜身体健康啊！等我摇落啊，舞台放过诶。比赛因为顺势啊，你係咪？哦，啊，用嚟跟馬祖用講，用嚟 Q 啊？冇 Q 啊，我拜拜你。拜拜。我幫我身體健康，要咧，身體健康，要咧。阿哥呢？身體健康，唱歌幫我順順利利就好。最後聽一貫歌啊。一貫歌。拜託，幫我去鬧熱大擂台比賽吼。哎呀，好不容易做到你鬧熱大擂台比賽，啊，將馬祖婆來保佑我吼，做得到冠軍，得到第1名安尼。可能安尼講。有啦吼，冇講咁多啦，冇講咁多啦。按日迄陣的，唔講較大嘅，迄咪無菜茶錢。有球有好啦，有哦，有啦，係啊，心誠則靈。真的。好啊，我有。啊，我哋穿嚟好嘛？去做看咯，老師啊。唔即個問即個，唔知道今日穿到好嘛？說普通誒。普通誒哦，咁可能就普通誒哦。唔係，看馬祖婆有保庇我啦，先談公平，好嘛？嚟，鄭校長。其實有件嘢嗬，因為唱嘅一個評判非常嘅平穩啊嗬，聲也清好清亮，不過做得發現到講你還是因為多少嘅江山啊嗬，喺邊嚟唱歌嘅時間，嗬冇江山嗬，那我亦嚟就講，你唱高音嘅素材嗬，你聲清好啦，你出力要出較大啲嘅，故所以我嘅搖到嘅音嗬，我比嘅自家唱嘅音高較高，啊就偏高啦。哦，偏高喲。係又見人啊喲，人都要較高一些咧。下一擺較注意啲喂，安尼攞我幾個就冇問題哦，加油！哦，厲害喲，厲害！哇，好偏高啊！你表示佢做得高較高啲喂。人頭印錯啦，人頭印錯，講唱冇上錯。哦，太上了，係嘛？太上。豁出去了就對了。哦，你看來看分數啦。馬祖婆多帶有保佑嘛，好來。是石慶嘅分數。有嘛？有90分哦。有拜有好哦。哦，再一拜啊！聽你再一拜下，好拜下禮拜。哦，好，啊，就這樣。恭喜哦，恭喜哦！好嚟，去做休息嚇。我哋撒下來。聽小子睇來3個字。行啦。一般人家前擺咗人鬧熱大擂台，前一步嘅人因為了看到啊，佢道理啊很實上嘅。一般唱嘅係3個字。希望能夠順利過關，加油！有米了主啊，做啊！怕流血呐，只怕没了米呀，团破了眼哦。
陈启。两位主持人好，你好，玉珍老师好。好。啊，比赛经验多嘛？来，前面他爸来听。哦，所以有比过多少个？就那个副群的啦，他群的。地方性的。地方性，他群的就有喊就去冲。无喊就无。像田春义嗰種嘅。今日冇去，今日真係冇去。做乜冇去？看唔起。咩啊？無限啊！上班無限，咩講唔易？開玩笑的啦，跟人冇冇。你個表情跟我很不屑，跟人冇。不是啦，我們沒有到那種程度。哦。你那有按呢？米班的無非你。跟你個冇啦，跟人冇去啦。問題是我沒有那個程度，我也沒有時間啦。啊，客氣啦，客氣。太謙虛。感冒吼，爽爛爛。哦，而家拜來見病以來可以貼皮見重啦，因為感冒一直都還沒有好。小口的啦，小口的，小口啊，很有痰。特質來比賽，特質都講佢感冒啊。特質攏博人。試咗2禮拜咧。哦，是2禮拜有嘅，哦，補充哦，係啊，哦，唐公平。哦，看到創到樣板談一下哈。英英老師。好，老師好。太太仔吼，你基本你家上任談得出來，確實有當緊張，吼，因為你家貴屬歌曲雖然談得出來講，你基本能力有，不過談起來就係當冇輕鬆，吼，當為你緊張，韓國你家上呢雖然其實我感覺你。確實從起來有下帶的喎，吼，可能講有過日則起，有講話從唔上去。不過其實你係3個字吼，就係老大家咪講日則建議，就係每一天答數3個字，提2句，然後提4句，全部係調高音。吼，你唔係講一天就要用唱，就係最好聽嘅3個字。樣板來唱你係潤面，樣板很強吼，自家做啲自家唱出自家嘅味道。和今尾聽下即下打上就係吼，呢個最尾一句，吼，無情唔怕木相連吼，兩篇挑選2隻詞，改你係數音嘅位數，來唔拉唱，所以就疊版咧。無情就唔了。好，所以兩篇就有下打上的喎。好，不過基本上我處到呢唱的以後咧啦，韓國呢個第3句我建議吼，有情唔怕，你數你係潤的時間要唱張那，好，你意思係唔係加上去又下好又下加分，我處到呢做嘅考慮看，因為怕就係啊咧，直接數到啊，韓這個唱路頭演，咁樣先可能感覺下順暢。係你唔會有壓力，吼，因為多隻詞就多隻音，吼，你嘅壓力就會下大。咁講我見尾處到肯係聊聊打上到啦，因為疊版呢，係啊，吼，是夢。是夢先生。疊版啊，係啊。因為感冒啊，要加上要特別緊張啊，快睇看分數一樣嘅啲。可以係，可以辦法過我咯，嗬。係，聽修整個分數。先生，不好意思，不會，沒關係。等感冒好再來報名。蝦米？這麼殘酷的。你們都不給我機會。沒關係啊。神地擁護來，要行執過來。沒關係啊，這是學習嘅機會。係啊，係啊，乜嘅都係學先嘛，哦。一回生二回熟，要行執過來。好，希望大家好。記得來喲。好，還有哦。定哦。好，謝謝。安子姐，會做休息哈。好了，接下來。總真良帶來平板。睇看啦哈。我了解佢唱嘅係平板，唔係講嘅是個天板哦，係唱歌嘅平板，大家嚟加油加油加油！是
插了西那歌啊，我是了风啊，家人了人啊人啊，人定了风啊。谢谢。哎，主持人好。哎，你好，你好，嘿。哦，总泰国那从事乜嘅行業呀？我喺做汽車百貨。汽车百货哦，做像乜嘅車利屋嗰種啊？哎，走。哦，唔可以车礼物哦。唔係啦，我喺批發本記掉啦。哦，批發本，哎呦，哦就跟他的上層呢。做經銷商。經銷商呢吼。哦，他們是門市。哎，對，他們門市。比較算門市，稍微。有沒有廣告嫌疑？沒，反正會剪掉。那做人呢？那怎樣？個懂無限呢？那你幫我拿麥克風表演氣功好嗎？哈？好嗎？好。你2分鐘就好。氣功哦，你要打人嗎？不用，你幫我拿麥克風就好。哦。羅時豐拿麥克風啊。好。有押韻啊！氣功啊！哎呀，氣功好，氣功。氣功完畢了，有冇看到？不到2分鐘。再一次啊！很難笑。哈？小康老師，你應該很厲害哦。對，有戴眼鏡的都可以。氣功，來。哎，有了！哎，有了！學得很快。我兒子小時候我就已經在騙他了。這樣，羅時豐在拿麥克風。哎呦，還有啊！啊，還有什麼？我的數位相機啊！數位相機拍一下，老師。謝謝。張大哥，你幫我拿麥克風，我很爽。我們在錄影嗎？不是，我今天碰到偶像拿麥克風很爽。就那個爽度。還是你覺得下次就沒機會了？還是你認為我平常講笑話很冷這樣子？來一個更冷的，讓你好過一點。對啊。哦。他真的，我很喜歡唱他的歌啦。牙嘅歌嘅唔會唱埋嘅。會啊。拜沙我街啊。拜沙個我街，拜我。拜三五拜，拜三五屆，拜四六屆，要不要來一下？拜5、7屆，拜6禮拜休困，安尼係嘛？公休。係啦。我講佢溜啊。哦，你講佢溜，拜3、5屆衝一下。做的啊。可以哦，做的嗎？我對你真心對待，小康你很慢。在3、5屆。滿包的委屈，誰人知？我怕他跟不到你們。謝謝的無奈想了解。有那個 feel，有那個，真的。偶像就是偶像嘛。但是拍誰那首歌是大概30年前。我的年紀差不多。有沒有新一點的？哦，甘比甘是男性雄性的所在。對，張大，這是你最新的了嗎？啊，對。那個29年了。你國際巨星，你到國外去的那個我都還沒學到沒。我都學20幾年前的沒。迪嘛，迪哦。不要這樣子哦，我們鄭校長又要笑了哦。百歲。沒有，他剛唱歌的時候，我們的雪琴姐姐也一直在笑。為什麼要在笑？因為雪琴姐姐其實
他很辛苦来我们节目给看无马豆，给较实力了哈。但是因为给糖无马豆，看无马豆。所以看无马豆还是糖无马豆？看无马豆，但是给糖的豆。哦。他给加糖很冲，哇，他非常喜悦，好开心哦。哦，少一个对手了。来敌营要讲嘛该啊。可是张大哥说，龚真给呢？你知道你今天的状况吗？我知道啊。我上一次遇到土石流，我以为今天会有美景，结果有可能还是土石流。我知道罗英老师讲的土石流，还得这样崩坏了是不是？很公平，因为按你的赖老师。谢谢。庄子良先生哈，创的哈，所以人家有安尼特异功能的嘛，哈，因为做木匠迄个安尼哈，所以冇人佢學。佢唔創家唔創嘅平板，有咩有特異功能呢？平平一直安尼跳嘅哈，唔創兩種強頭啦，啊，所以呢創兩種強頭是當然冇辦法啦，唔踢都有對到，都踢都嘢哈，後尾嗰啲用下半段啊哈，唔創嘅才變到創另一種強頭，一開始創嘅係馬雞呀馬雞啊，安尼哈，即係唔都要。火茶了，安尼咩？你要火茶了，反正你要對到起要較低咯，反正唔對冇到，就話你唱嘅就變到慢咯，似架唱唔似架強調啊，嗬，所以變到講同音樂對唔到啊。火茶了是哪個啊？我是了。似架用雙種安尼唱，做唔到一堂音樂啊嚇。有一種強調，我要唔就按你強調多帶，嚇按你發唱，當然仲有鸳鸯啊，別唔怕，但是你做唔得唱到走體嚟啲嘛，走到快啲幾片戲啊，按你演睇按你行你走幾片戲，按做唔得啦。好，所以呢，日上一號可以唱，嚇個人咧按落個呢嗰種按你心情按你嚇。應該可以講唱得當好，可能迄日經驗無啦，唔唱一傳統嘅細歌嗬，唱平板嗬，唱嚟唔拉講落格啊，所以你真會講唱會飄走你冇，會插線啊，安尼，所以呢，但是你以為你謙虛啊嗬，應該喺咪還有，但好好的唱應該有機會啦。新聞線上來看一下粉絲啦，總之兩個粉絲。傅鳳喜先生過來，盛家良先生應該對呢節目嘅貢獻非常大嘅，比沉水朋友啊。呢節目啊，家家戶戶都看呢節目，行我那半年都點下甜白。哎呦！這真唔錯來啊！總之兩個分數。謝謝，回去再練習，再練習，真的，那個嗓其實你有那個唱 opera 的那個聲樂底子，嗰種嗓音呢。你剛才唱的我通通會，萬里長城啊，怒髮衝冠啊，好啦，今天啊，今天不能再來了。對對。你感覺上好像他要跟我拼了一樣哈。要嗎？是不是？像他好像知道自己的分數，所以今天要把所有東西都講清出來。他完全忘記我們今天在錄影這回事。好了，要嗎？乖。現在還很早，看你要表演嗎？真的要嗎？哦，沒有了，不要。謝謝。好，謝謝。好了，殺了。劉金生帶來樂山歌。來彈下來。今日來了，咱要帶落台，迄天一擺，好唱嘅歌嘅迄樂山歌，我明日都有同事們啲個練唱，希望講今日有好嘅成績，帶上去。日頭落山，漸漸該難。
所以呀，哎，乖乖呐。太阳面前，哎，很好呐，心走了，日子啊。爱呐，哎，你好，阿森爸你好。哦，两位主持人好。一來一唔會見咗嘅哦。嚇？好，一來一唔會見咗嘅嗬。我哋衝得嚟唔會見咗咧。哦，衝得唔會見咗。衝話嚟唔會見咗。冇衝嘅時間就當見咗。係錯。阿爸唔平常時有練過嘅啊？係啊。下巴要啦，你喺中山國比賽當四位。係哦。你將你睇台北咯。特別창현公演也有。元福西歐公演也有嚇。攏係公演地度。公演啦，佢下主題哦，你將誒20年前㗎佢唱緊神幾咩哦，佢啲人做到黏黏咩嘢。哎呦，全部啲學衝神歌。當然衝神歌啊，要衝神歌嘅啊。真係哦。係啊。按你只去衝冇？嗰種是無限可以唱。哦，鬆板。咁無限可以唱。做些啊，春節啦。咁無限可以唱，有我提供嗰邊坐很多年。下巴會去啊。哦。下巴去咗很多年啦。哦，對呀對呀，佢屬於一種休閒嘅活動啦。係啊，大家反正冇那可以啊。係啊。哦，閒閒咩？啊，至於個公園嘅得，大家唱歌嘅，泡茶聊天，打嘴鼓，安尼哦。有乜無聊？安尼過年當好啊，係啊，養生啊。而有時間都去嘅哦，真冇創嘅啊。哇！冇嘢咧啊！唔見退休嘅啦嗬，有限嘅，喺度衝神歌嘅。有限落去嘅。啊，見有冇人貼衝嘅。冇必須衝嘅啊。我跟住落日衝啊。而且咧，全部都當到些走睇嚟啊。大家都上到嘅。係啊。真係啊，當到我，比如10年前，哇，他講到，誒，天然就去，冇誒。最唱嘅佢同學飛揚嘅啊。係啊，一年比一年行得少啊。哦，係啊，千後面存13年啲嘅，梗係人家千聰明，佢都唔敢改。係啊，你要辦法改。咁見咗好好唱神歌，嗬，阿嚟彈公片，好嘛？係，分享秋夏先生。下嚟你金聲歌嘅唱神歌去歡喜啦，嗬。講起嚟你唱下老山歌上嚟講，安尼心態跳最難唱嘅啦，因為佢鹽到咪嘅鹽當多嘛，嗬。人家唱日頭落山。簽但人家吞落腔嗰面，簽你按個發音，簽，人家簽吞落腔嗰面嗬。簽在哪？還有聽一句，阿妹轉去愛乖乖嘅時節，你輸去唱段咧，你會感覺你氣不足啊，因為你頭前嘛啊，你用氣用體咧。所以你後背時，你屬於咩時？你氣質不足，嚇，呢方面能夠改進一下。人樣面前嘅時候，我感覺談到自己咩聲音冇當清楚，都是要拉十音。愛行下嘅時，感覺都是要走音喎，心走聲音不得，還有愛音嘅感覺，都是會音不走嗬。所以幾首歌嚟叫咩表現冇講清楚。希望下邊還有在你比賽嘅時間，你係到缺點能夠改進哦，你加油哦！英英老師補充。好，劉老師哈，其實我除到我基本嘅唱嘅
贵属歌曲比你上摆唱嘅很下流畅咧，所以呢，我是当係要進步嘅。咁講嘅進步空間就像頭先你唱下先生講嘅嗬，就係你輸入要輸到中間。咁講我感覺你係知道應該係冇暗瘡，冇暗瘡要輸入嘅抒發，冇講聽出來來到匆匆了輸歌就係表現到好，表現到好聽。你係輸到本人感覺雖然短，咁個要輸到強烈。好，輸到潤味蛋糕，因為彈起來呢，也係強用當好，好，所以你係你輸入嘅可能會係上噴發，因為鹽水了了入嗬，嘅難免可能係冇暗瘡嘅，所以樣板來唱到很下好聽，好，你就係你做得自家起來上噴發嘅位數，因為你唱起來當唱嘅老人家或者嘅大樹下唱山歌，其實當好聽，當入你哋嘅潤味，好，你就係按你嘅客家山歌，咁講。樣板唱到你，彈起來分數打得好，彈咪好彈，你就應該功課，好是嗎？好，孟先生，來看一下分數啦。劉金生嘅分數。恭喜你，過關。都好。過關。什麼？恭喜哈！什麼先生，什麼老師？安子姐啊，好，真係非常好。好，接下來呢？盛家庭阿伯帶來平板。來，等啦。係咁樣唱嘅歌曲係平板，好，希望電視機前面多多人加入。兩位主持人好，然後全國在電視機前面觀眾大家好。好。哇！自那個傅鳳熙先生過來，盛家田先生應該對人哋節目嘅貢獻非常大嘅，俾參賽朋友啊。客家台長準備要頒獎。要頒獎。TVB 盛家田阿伯。係。TVB 嗰個吳秀純。人家朋友啦，人家朋友，一撒下就說頒發本來那個盛家田先生，有始有終。對，你節目有算過嗎？冇，愛嚟教都教。愛嚟教都教。全部啲發揚呢個客家文化，呢啲節目啊，非常傳承，非常按流行。對，家家戶戶都看人哋嘅節目。真係家戶戶。所以我行我那邊人都點下甜白。哎呦！嗰種傳來啊。哎呦！咁
该老是我讲阿天伯，行咱嘛个市场都有，哎呦，个阿天伯咧，阿天伯来了，有名的呢。比行啊疯啊，我行到4重人啊，唔算哎啊。全部都是，全部嘛是。啊，你转班你唔可以带嚟撳實多。係搶劫啊！係啊，要搶劫哦。來，啊，就談公平啊，哈。係鄭校長。沈先生今本日創業嘅平板吼，親友人平板嘅故秘啦，吼，對於一個創平板所謂吞吐浮沉，一個安尼個曲韻吼，也創來非常嘅好啦。只不過就講字啊，吼。比較較無按章嘅詩言啦。傳信了救那橋，18條跳那，也可能也有老牙齒，可能也牙齒係掉架。係冇，也有關係啊。故所以假使講兩個部分做得克服嘅話，應該兩個平板廠來非常嘅好，非常嘅肯定。可能冇任何講嘅溜縫咧，嗬。加油！年紀多嚟啦，其實是家田伯哦，佢之前中國本來個中氣十足，佢喺演藝後來。乜個演員開多？擔傑石啊，擔傑石開太多。擔傑石唔係崩啊，呢句話嚇。冇開多，太多哦。係啊，佢要過來畢業時間就喐佢咧，啊，但是也慢慢身體又恢復嘅。但是喊咧，哦，以前真係嗬嚇死人，哦，以前嘅10分客家嗰套節目全部邀請佢表演呢。表演咯，唔係比賽呢，表演呢。哎呦，明星呢？來，按照嚟唱啊，那個賴延真。賴老師。未聽過嘅平板吼，該參高中有講啦吼，人語啊吼，因為創有按多年嘅咪吼，個語啊就有嗰種所謂講誒條白創平板嘅嗰種語啊，但是呢有幾個地方吼，我試講，像你創一種強啊吼，你創一種強，也就會文化有冇？對呢，誒度詩人啊60年咪吼。30年呢所帶下，30年所當過嘛。人一發現嘛，我多 V 啊，帶然之後帶下，唱啦，客家了雲啊花，雲就唱雲，冇雲啊，邊兩個雲啊？嗬，雲花啊，呢嗬，一雲花你就冇多 V 啦。但是人語呢嗬，可以，即係個人嘅經驗應該可以做到更加好，像。四季八老節啦，做比較呢嗬，因為有安尼阿聽過，唔似得有安尼實力啦。但是就講，人家就講嗬，就講輕量，日經驗嘛嗬，也唔人三個冇乜好變現，創業久，遠越強，嗬，也同7、8年咁樣啦，7億多架，8年就演員也有啦。所以呢，我相信呢嗬。原來嗰種也還有按你30年的經驗嘛，吼，嗰種運創起來會神仙大批啦。哇，不同凡響，是，啊，加油啊！感謝，按仔細，好的，聽分數哈，好，係4家聽嘅分數。90分過關。係啊，90分對你來講唔係過分咯。哦，係啊，加油啊你，好，加油，好，按仔細，好，在一邊當草，按仔細。我相信還有當到好唱歌嘅朋友唔點樣嚟報名嚟。係報名專線0919388398，還有純正天花0227778231。好，今日到咗報名，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另外呢，還沒有多謝辛苦嘅評審先生，按仔細。先生，什麼辛苦嘅參賽者？好，謝謝我們什麼小。
大家唔記得啦，下禮拜同一時間嘅時間呢，鬧熱大擂台，鬧熱中下來，拜拜。